后退！哎呀，请选择哪一个？谁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佛家弟子是不会杀生的。方才点你们的穴道，12个时辰以后会自动解开。你们走吧。撤！嘉义，你为什么会出家呀？哦，我从生下来就是在寺庙里度过的。你多大了25。我22。你长得真好看。肉身不过是一具皮囊，没有美丑之分。那你就从来都没有爱恨情仇？人生没有爱恨嗔痴，才不会滋生心魔。我就不一样，谁要是伤害我呀，我就记他一辈子。那是你自身的心魔，只有去除心魔，生命才会得到安宁。我觉得去除心魔，只有是报复了伤害我的人以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宽恕，宽恕每一个人，包括你的敌人。敌人也要宽恕啊？那还是别去除心魔了。如果大家都以宽恕来对待敌人，那全世界得多少坏人啊？对待敌人就得以暴制暴。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太认真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离开皇宫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倒是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。天哪，我到底积什么德了？居然能碰到这么好的男人，不顾性命的去救我！啊，老天啊，你让我穿越，是因为他吗？贱女人，你来干嘛？我没被人杀死，你很失望是吗？你这个蠢女人，蠢男人！你离那个家业远一点，他就是个妖僧，他用自己的鲜血灌溉花朵，诡异的很。人家用血、用尿、用屎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牛宝宝，你快滚吧！我每次见到你都要倒霉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你来人呐！娘娘，您说这次是谁要害你啊？除了陈妙之，还会有谁啊？不过我也想过是不是皇上，可是你想啊，皇上都已经把我贬在这儿了，我就算是孙猴子，我也逃不出他的五指山啊。我知道了，哎，娘娘，您歇下，我呢，再去跟菩萨多磕几个头，让他保佑您早日回宫，早日再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这样就没事了。
啊，求你了，你还是保佑我在这儿当尼姑吧。娘娘，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哎，柳儿，你说国师和皇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国师怎么能跟皇上比呢？皇帝陛下那是九五之尊。不过娘娘，你非要让国师跟皇上比的话，国师比皇上长得好看。算你还有点审美。哎，娘娘，那你说说皇上跟国师有什么区别啊？星座你懂吗？哎呀，就跟生肖差不多了。皇上肯定是天蝎座的，他冲动、暴躁、占有欲和嫉妒心都极强。娘娘，他后宫都3000佳丽了，他见到美女还跟小公狗似的。家业就不一样，他肯定是处女座的，他做事认真、专注，又善良又单纯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觉得浑身舒服。娘娘，国师是男的，怎么可能是处女呢？我跟古代人没事聊什么天儿啊？走吧。娘娘，妙莲，我们当初是多么的心有灵犀。正是在这里，朕曾向你许诺一统天下后，封你为朕的皇后，共同坐拥江山。可是为何你生病之后，却变得连朕都不认识了？妙莲，你还会与朕一起站在这里吗？我怎么会跟和尚接吻呢？